咁今日我哋聚首一堂，共同慶祝我哋香港天主教勞工事務委員會成立35週年，見證咗我哋一路走嚟對上主嘅信靠同埋對工人同行呢一份嘅信念。首先我哋特別感謝嘅係周書基閣下今日嘅蒞臨、主禮同埋祝福。冇咗教區嘅關懷同埋鼓勵，我哋勞委會唔能夠繼續向前。尤其是堂區嘅關社組、聖雲先會同埋愛德服務嘅團體，堂區議會見證咗勞委會嘅成長，等我哋可以喺前線繼續同基層工人去同行、陪伴同埋支援。我哋亦都衷心感謝今日嚟到我哋當中各間勞工牧民中心嘅工友朋友們，多謝你哋對牧民中心嘅付出，對社會嘅付出。年以嚟，香港嘅社會經歷咗唔少嘅轉變。從90年代嘅經濟轉型、工業式微，到金融風暴後嘅失業上升，從在職嘅貧窮、最低工資同家庭工資嘅討論，到近年以嚟外判工、零散工、氣候變化下戶外工人嘅處境，香港基層在職貧窮家庭面對嘅挑戰不斷轉變，但勞委會同工友嘅同行嘅初心始終係冇改變嘅。我哋今次35週年嘅主題係燭照此世，團結關懷。此世係我哋基督徒能夠回應天主俾我哋恩寵嘅時間。雖然燭光唔多，但係透過我哋喺社區裏邊培育勞工，成為互助友愛嘅小團體，透過堂區嘅關社組、愛德團體嘅共融，同埋一起喺社區裏邊嘅服務，天主就燃起咗點點嘅燭光，一齊以信德嘅光照亮呢個世界，並以團結與關懷彼此扶持。咁正好表達咗委員會多年來嘅方向。團結唔係淨係睇個事工嘅，而係喺基督內彼此嘅扶持，唔係只係看見問題，而係看見每一位工人背後嘅生命、家庭同埋希望。唔係停留只係在於關心，而係實實在在同我哋嘅基層勞工同行，喺制度、文化同埋信仰之中，努力實踐公義同埋仁愛。